昨日台中市有民众可能是因为食一间店头的肠粉，所以过敏较真严重，目眶拢肿起来。店头业者强调，实在拢是真鲜，也拢是现做的，并无问题。伊对家己的产品是真有信心。也若医师是研判，这可能毋是食物中毒，是过敏的症状。也若台中市的食安处是讲，会派人来稽查厘清原因。目睭白鳞甲目颔拢红红肿肿，目底甚至规个拢肿起来，也看不啥清楚。台中一个中小姐找来到南区一间肠粉店食物件，点一盘猪肉虾仔肠粉，不过食完半点钟了后，身体竟然出现各样，赶紧急诊。建议头家为着食安问题，先卖卖这产品，却是无被接受。眼袋那边肿起来，就影响视线嘛，身体上是稍微有痒痒的。我只是想说先跟店家讲，可是没想到他的反应是就认为说我的东西就是没有问题的感觉。中小姐讲，家己定来遮食，进行验过过敏源，对两甲虾仔也拢无过敏，怀疑是即摆食材有问题。实际上来这间店头家摕这个冷冻虾仁甩，强调每工拢是真鲜现做的，也无记到其他人客反应。伊讲对家己的产品有信心。我们的虾子就是只用这一种，所以就是自己剥一剥，然后放在这种夹链袋里面，然后再用这个高温来蒸熟的。我都吃了5、6年的东西耶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。看起来明显的是食物过敏了，尤其如果是吃完了1个小时之内发作的，那相关性就很高。不过如果说检测之前虾子没有过敏，那可能对其他的一些海鲜类可能也有过敏。或者是食物里面的其他成分。医师依照症状研判是食物过敏，毋是食物中毒。也毋过肠粉也有猪肉，也有鸡卵、虾仔这配料，我都知讲是倒一个食材造成的。台中市食安处讲，后续有到这个店头去检查原因，若查到无合格项目，会要求限期来改善。后查若是有违规，会再依照食安法处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